喺陽光正好嘅時節，黎姿攜家人踏上了前往普吉島嘅旅程，只為度過一個溫馨難忘嘅復活節假期。普吉島呢座充滿熱帶風情嘅海島，以其湛藍嘅海水、細膩嘅沙灘同迷人嘅夕陽，吸引住無數遊客前來探尋美好。而黎姿一家亦都沉浸喺呢片歡樂之中。黎姿一行入住嘅係安納塔拉酒店，呢家酒店以其卓越嘅服務同絕佳嘅地理位置聞名。當佢哋踏入酒店大堂，熱情嘅工作人員便迎咗上來，用溫暖嘅笑容同貼心嘅服務，讓佢哋瞬間感受到咗家一般嘅舒適。酒店房間佈置得精緻而溫馨，透過窗戶便能將普吉島嘅美麗景色盡收眼底。抵達後嘅第一日，黎姿身着一件白色寬大嘅恤衫，簡約而不失優雅。恤衫嘅材質柔軟順滑，隨着微風輕輕飄動，仿佛喺訴說着海島嘅愜意。佢搭配咗一條精緻嘅金色頸鏈，頸鏈上嘅吊墜小巧玲瓏，喺陽光下閃爍住迷人嘅光芒。仲有嗰對金色素圈耳環，簡單卻恰到好處地增添咗幾分時尚感。黎姿素顏見人，皮膚白淨細滑，五官依舊精緻動人。佢笑起嚟嘅時候，眼角雖已有歲月嘅痕跡，但並唔明顯，臉龐依然緊緻，令人不禁感嘆佢保養得實在太好。坐喺酒店房間嘅沙發上，黎姿換上咗一件嫩黃色恤衫。呢件恤衫顏色鮮亮，充滿咗青春活力，仿佛將春天嘅氣息都穿喺咗身上。佢悠閒地坐着，身後係俯瞰整個普吉島嘅絕佳視覺。遠處湛藍嘅大海與天空相連，海浪輕輕拍打着沙灘，發出悅耳嘅聲響。近處酒店周圍嘅綠樹成蔭，花草繁茂，一片生機勃勃嘅景象。黎姿戴着墨鏡，紮着低馬尾，整個人時髦又漂亮。佢輕輕挽起恤衫袖子，解開幾顆扣子，露出漂亮嘅鎖骨，舉手投足間盡顯優雅氣質。對着鏡頭，佢露出咗燦爛嘅笑容，嘴角嘅小梨渦若隱若現，同年輕時一樣甜美動人，令人仿佛睇到咗嗰個曾經喺熒幕上熠熠生輝嘅少女。黎姿嘅愛情故事就好似一部浪漫嘅電影，充滿咗波折與溫情。佢出生喺一個演藝世家，然而家庭突遭變故，父親患病，家庭嘅重擔落喺咗佢同母親身上。為了照顧家人，佢早早地進入咗演藝圈，憑借住自己嘅努力同天賦，逐漸喺娛樂圈嶄露頭角。喺事業上升期，佢遇到咗許多追求者，其中不乏富家子弟同知名人士，但佢嘅感情之路並非一帆風順。佢曾與漫畫家黃玉郎相戀，嗰陣時嘅佢沉浸喺愛情嘅甜蜜中，以為揾到咗可以依靠嘅港灣。黃玉郎嘅才華同溫柔深深吸引住佢，佢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呢段感情中。然而呢段感情卻以分手告終，呢個俾黎姿帶來咗巨大嘅打擊，佢一度陷入痛苦同迷茫之中。但生活嘅磨難並冇擊垮佢，佢依然堅強地面對一切，繼續喺演藝事業上拼搏。後來喺一次偶然嘅機會中，黎姿結識咗馬廷強。馬廷強係一位成功嘅商人，佢為人低調、善良且富有責任感。初次見面時，馬廷強就被黎姿嘅美麗同堅強所打動，而黎姿亦都被馬廷強嘅真誠同穩重所吸引。兩人開始慢慢接觸，馬廷強總喺黎姿需要嘅時候默默地陪伴喺佢身邊，給予佢支持同鼓勵。有一次，黎姿嘅弟弟遭遇嚴重車禍，生命垂危。呢個消息如晴天霹靂，令黎姿幾乎崩潰。喺佢最無助嘅時候，馬廷強毫不猶豫地伸出咗援手。佢唔單止喺經濟上給予咗巨大嘅幫助，仲四處奔走，為黎姿弟弟尋找最好嘅醫療資源。喺弟弟住院期間，馬廷強一直陪伴喺黎姿身邊，幫佢處理各種繁瑣嘅事務，安慰佢，鼓勵佢。佢嘅細心同體貼，令黎姿感受到咗前所未有嘅溫暖同安全感。喺馬廷強嘅陪伴下，黎姿逐漸走出咗弟弟車禍嘅陰霾。佢發現馬廷強就係嗰個可以陪伴自己一生嘅人。
2009年，黎姿同馬廷強步入咗婚姻嘅殿堂。佢哋嘅婚禮低調而溫馨，冇奢華嘅排場，卻充滿咗濃濃嘅愛意。婚後，馬廷強對黎姿寵愛有加，尊重佢嘅每一個決定，支持佢嘅事業發展。而黎姿亦都逐漸淡出咗演藝圈，將更多嘅精力放咗喺家庭上。但佢並冇放棄自己嘅夢想，佢開設咗美容公司，憑借住自己嘅智慧同努力，將事業經營得有聲有色。喺普吉島嘅度假時光裏，黎姿盡情享受住與家人喺一齊嘅每一刻。佢端着咖啡杯，慵懶地倚靠喺沙發上，臉上洋溢住幸福嘅笑容。從佢手臂優美嘅線條可以睇出，佢平時一定堅持鍛煉，十分自律。佢深知，只有保持健康嘅身體同良好嘅狀態，先可以更好咁陪伴家人，享受生活。當黎姿換上藍色印花比堅尼，解開黃色恤衫扣子嘅嗰一刻，好身材一覽無遺。佢身材曼妙，上圍豐滿，雙腿纖細修長，行喺沙灘上，好似一道亮麗嘅風景線，令人忍不住多睇幾眼。佢邁着輕盈嘅步伐，感受住細沙從腳趾間流過，海風輕輕拂過臉頰，仿佛所有嘅煩惱都被拋到咗九霄雲外。佢仲曬出咗一張穿比堅尼坐喺泳池邊上嘅照片。照片中嘅佢，背很纖薄，腰上冇一絲贅肉。雖然已經54歲，但呢個背影依然十分漂亮，充滿咗青春嘅活力。喺泳池邊，佢時而靜靜地坐着，享受住陽光嘅溫暖；時而與家人嬉笑玩耍，歡聲笑語回蕩喺整個泳池邊。除咗喺沙灘同泳池邊玩耍，黎姿仲換上咗另一套藍色泳裝，戴着白色草帽，漫步喺普吉島嘅小巷中。佢腰肢纖細，步伐輕盈，仿佛歲月喺佢身上冇留下任何痕跡。佢同家人一齊品嘗當地嘅美食，嗰啲獨具特色嘅菜餚，讓佢哋嘅味蕾沉浸喺一場盛宴之中。從鮮美嘅海鮮到香甜嘅水果，每一口都充滿咗熱帶風情，讓佢哋感受到咗普吉島嘅獨特魅力。夜晚，黎姿同家人一齊欣賞住普吉島嘅夕陽同夜景。夕陽嘅餘暉灑喺海面上，波光粼粼，美得如夢如幻。佢哋手牽着手，漫步喺沙灘上，感受住海風嘅輕撫，傾聽着海浪嘅聲音。時間仿佛都放慢咗腳步，讓佢哋有足夠嘅時間去享受呢份寧靜同幸福。黎姿緊緊握着家人嘅手，心中充滿咗感恩同滿足。佢知道呢一切嘅幸福都離不開馬廷強嘅陪伴同支持。喺普吉島嘅呢段日子裏，黎姿同馬廷強嘅感情亦都更加深厚。佢哋一齊喺海邊散步，一齊睇住孩子們喺沙灘上玩耍，一齊分享生活中嘅點點滴滴。馬廷強總用溫柔嘅眼神睇住黎姿，仿佛佢就係佢生命中最珍貴嘅寶貝。而黎姿亦都會時不時咁靠在馬廷強嘅肩膊上，感受住佢嘅溫暖同力量。佢哋嘅愛情冇驚天動地嘅誓言，卻喺平淡嘅生活中散發住迷人嘅光芒。黎姿同家人仲喺當地參加咗一些有趣嘅活動。佢哋一齊參加咗泰式烹飪課程，學習製作傳統嘅泰國美食。喺課程中，黎姿同家人分工合作，有嘅負責切菜，有嘅負責攪拌食材，有嘅負責調味，大家忙得唔亦樂乎。當一道道美味嘅菜餚端上桌時，佢哋嘅臉上都洋溢住自豪嘅笑容。品嘗住自己親手製作嘅美食，嗰種滿足感係無法用言語來形容嘅。佢哋仲去咗普吉島嘅寺廟，感受當地嘅宗教文化。喺寺廟裏，黎姿同家人虔誠地祈禱，祈求家人健康平安，生活幸福美滿。寺廟嘅寧靜同莊嚴，讓佢哋嘅心靈得到咗洗禮同淨化。佢哋靜靜地坐喺寺廟嘅角落，感受住呢份寧靜同祥和，仿佛所有嘅煩惱都煙消雲散咗。呢次普吉島之行，對於黎姿嚟講，唔單止係一次簡單嘅度假，更係一次與家人增進感情、享受生活嘅美好旅程。喺呢度，佢暫時放低咗工作嘅壓力同生活嘅煩惱，全身心投入咗與家人喺一齊嘅時光中。佢睇住孩子們喺沙灘上快樂地奔跑，
睇住父母臉上洋溢住幸福嘅笑容，心中充滿咗溫暖同感動。而馬廷強始終陪伴喺黎姿身邊，為佢遮風擋雨，給予佢無盡嘅愛同關懷。佢嘅存在令黎姿感受到咗生活嘅美好同幸福。黎姿知道自己嫁俾咗愛情，呢份愛情將陪伴佢走過一生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同挑戰，佢哋都將攜手共進，不離不棄。隨着假期嘅結束，黎姿同家人不得不踏上回家嘅旅程，但佢哋心中都充滿咗不捨，不捨普吉島嘅美麗風景，不捨呢度嘅美好回憶。不過，佢哋亦都知呢次旅行只係一個開始，未來仲有更多嘅美好等待着佢哋。佢哋將帶着呢份幸福同溫暖，回到正常嘅生活中，繼續努力工作，用心經營家庭，讓生活變得更加美好。喺飛機上，黎姿靠在馬廷強嘅肩膊上，睇住窗外嘅雲海，心中默默地許下咗一個願望，希望家人永遠健康快樂，希望自己嘅愛情永遠甜蜜如初，希望未來嘅生活充滿陽光同希望。而馬廷強輕輕地握住咗黎姿嘅手，仿佛喺告訴佢，無論未來發生什麼，佢都會一直陪伴喺佢身邊，同佢一齊創造更多嘅美好回憶。呢次普吉島度假成為咗黎姿同家人心中一段珍貴嘅回憶，亦都見證咗黎姿同馬廷強之間深厚嘅愛情。佢哋嘅故事就好似一首動人嘅情歌，喺歲月嘅長河中緩緩流淌，溫暖住每一個人嘅心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